可不，你把你那什么不辣的那给我涮点呗。啊，没开呀？还差点。那什么时候开呀？这个？3号。啊。袁大伟，为了表示对你的感谢，我喂你吃一个红糖粽子。不，我吃饱了，粽子还占地方，我吃点这些。你作为一个男人，你多吃点，你才有力气。我吃点豆腐。你是男人你就吃了。吃什么豆腐？我不吃。就这么小一粽子你都吃不进去，还怎么当男人啊？对呀。老婆，你快跟他们说一下吧，你干嘛呢？大伟，你吃了，让他们看你是不是男人。是不是？就是啊。是男人就吃了。可棒。你是不是男人？快吃。那我要吃的可真是为了你啊。吃。男人。好，为了再次对大伟表示感谢，来干一个。干杯！啊！不喝对你真的没那种想法？我们是纯友谊，怎么就不相信呢？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我是不相信男女之间会有纯友谊。但我觉得啊，男女之间只有2种情，一种呢是爱情，另一种是偷情。狭隘。那你们和大伟之间不是友谊吗？啊，我跟杨大伟之间那是姐们儿。我们家大伟是纯爷们儿。我就是想说，他跟我们姐妹之间感情好。我那个时候还觉得他跟乐晨他们俩之间，乐晨怎么可能会看上他？什么意思啊？那个乐晨有点配不上杨大伟，是不是？只有你宁可风跟杨大伟之间，那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我跟我们家大伟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天生一对儿，天生一对儿。他怎么样啊？黄真呐。